Pro 呢一隻字應該解釋為最強、旗艦、最高質素，但係 Google 嘅 Nano Banana Pro 曾經係最強嘅 AI 模型。今日嘅測試佢竟然輸咗7個場景，我哋嚟睇下究竟邊個打贏佢。美國嘅模型、香港嘅考場、13個本土嘅場景，逐個 check 逐個試，究竟睇下 Nano Banana 係咪真係熟悉我哋呢一座城市？我過去呢幾日，我用翻2個 Nano Banana 最新嘅模型啦 ，Nano Banana Pro 同埋 Nano Banana 2去測試13個香港本土嘅場景，九龍城寨啦、黃大仙寺啦、土瓜灣唐樓、茶餐廳、80年代嘅港產片英雄本色，所有香港熟悉嘅符號咧，全部拎晒出嚟考下佢。首先呢，唔認識呢2個模型嘅觀眾呢，我用最簡單嘅方法解釋一次啦。Nano Banana 唔係我亂改嘅花名，係 Google 自己官方用嘅。Nano Banana Pro 咧正式改名咧叫做 Gemini 3 Pro Image，Nano Banana 2咧正式改名為咧 Gemini 3.1 Fresh Image 嘅。今日我哋咧簡稱佢 Pro 同埋 MB2 啦。如果有少少 tech 底嘅人咧，你可能會問點解 MB2 咧係 Fresh 版本而唔係 Pro 咧？呢個係逐個要測試嘅位嚟。照理論 Pro 係應該贏晒噶嘛，最 Pro 噶嘛係咪？但係理論上係咁樣講啦，但係現實咧又好似另外一樣嘢。今日咧我哋逐個 check， 最後咧你又知道邊個究竟會贏。咁而家要玩測試啊嘛，我哋要公平，所以咧我設定咗幾個評判嘅規則啦。第一，每個場景咧要用同一個 prompt， 2個模型咧要係生成同一個 prompt 嘅。勝負咧按以下維度作為標準啦：文化準確度、藝術質素啦、理論服從性啦、商業實用性。第三咧，我係普通用戶嚟噶嘛，並唔係工程師，所以我睇嘅咧都係你哋睇緊嘅嘢，視覺、實用性、驚喜感。最後咧記分咧會喺片尾度總結。呢個實測真係好好玩嘅，建議咧唔好跳去片尾，因為中間嘅過程咧實在非常之有趣。好，我哋去第一場。場景1，電影感動作大場面。第一場要測試嘅試下啲港產片電影感動作大場面啦。我要求2個模型生成嘅咧係香港警察喺九龍城廢墟爆炸中走出嚟嘅電影感畫面，個 prompt 咧亦都係一樣嘅。你知唔知道九龍城就係啲咩呢？就係香港嗰個咧被拆咗嘅神話之地，裏面有幾千個用戶喺裏面住啦，有非法牙醫，有非法醫生，有自己嘅電力系統，係香港咧歷史上面最獨特嘅地方之一嚟嘅。呢個場景咧完全係港產片成日用嘅背景嚟嘅。邊咧就係 Pro 做出嚟畫面啦，半聲構圖有電影感。好似電影海報咁樣嘅，招牌寫住咧英雄正義生死呢啲標語啦，就唔係真實商鋪嚟嘅。右邊咧 MB2 做嘅畫面啦，全身遠景爆炸火焰畫面喺後面，重心感好強嘅，招牌寫住咧藥房、診所、興記係真實商鋪嘅字嚟嘅。令我震驚嘅係咧 MB2 自動配對咗一個咧流青雲式港景嘅形象，我就冇揸喺個 prompt 裏面咧叫佢生成呢樣嘢噶啦。呢個咧就係文化智能模型咧，唔單止執行咗指令，係真係咧理解咗香港係啲乜場景。Cyberpunk 風格香港夜景，哇！第一彎 MB2 大勝啊，係咪唔使繼續做測試？你以為 MB2 就無敵？咁又唔係喎，喺呢個測試裏面咧，呢一 round 咧呢個場景非常之有趣嘅喎。睇睇 Pro 生成出嚟嘅結果，喺呢個場景入邊係今日最真實執行指令嘅一次啦。Cyberpunk 風格咧完全到位，你睇睇個無人機飛喺空中啦，異體維修招牌啦，科技餐車，未來風格服裝，招牌係神經網絡，異體維修，完全符合 Cyberpunk 風格嘅 setting 啦。霓虹色嘅色彩咧喺濕地磚上面咧反射個光線非常之到位啊！咁佢執行嘅指令度咧有3項係優勝嘅。睇睇 MB2，你睇睇牛雜雲吞麵、算命占卜麻雀館，喂呢個香港夜市嚟喎。MB2 咧其實就唔係唔明，我係想要Cyberpunk，但係佢對香港嘅理解咧實在太過強烈啦，太過愛香港啦，強烈到咧蓋過咗原本風格嘅指令。佢自動咧選擇咗最香港嘅演繹，招牌係興記煲仔飯啦、麻雀館、算命占卜，完全真實啦，人民陋習，撐開把遮行嘅行人啦，食肆客人，煙火氣十足，好靚嘅。但係我係要Cyberpunk風格啊嘛，所以咧呢個執行指令度咧就比較低啲，佢有2分嘅優勝度。其實咧呢一 round 大家一齊平手盤嚟嘅。如果你係揀Cyberpunk風格咧 ，Pro 係贏啦，真實香港夜市景咧 ，MB2 亦都係贏翻。咁有一個 point 係想帶翻出咧，用 MB2 做風格圖咧，你係要喺個指令入邊咧必須再三強調翻你想要嘅風格，否則咧佢會頑固咁樣選擇翻最香港嘅最地道嘅演繹。場景3縮圖設計基礎版。情景3，我上載咗自己張相啦，叫2個模型咧設計一個香港 YouTube 爆款縮圖。咁指令非常之簡短嘅啫。作為一個香港做 YouTube 嘅人咧，整縮圖咧係我嘅日常工作嚟嘅，所以做呢個場景咧我就特別有感覺。嗱，睇睇 Pro 生成出嚟嘅結果 ，Pro 咧就用咗維多利亞夜景天際線作為背景啦，香港地標感咧有噶啦。喺呢個場景咧，亦都係 Pro 唯一贏嘅地方嚟嘅，攞分位。但係標題咧就係寫咗聖誕科技大禮包開箱實測呢個書面語啦，情緒張力咧就唔係咁夠。字體亦都係青黃自然變色，有科技感，但係略嫌咧平淡咗少少嘅。最關鍵咧，佢都冇加任何價格標籤啦、產品資訊標籤，因為我冇叫佢做嘛，所以佢就冇生成啦。點擊率潛力咧就中等啦，攞到1分嘅啫。而家睇睇咧 MB2 測試結果，哇正啊 ！MB2 咧完全冇收到我俾佢喺呢方面嘅指令，但係佢生成咗啲咩咧？佢自動生成咗值唔值呢3個字，粵語口語正中咗開箱片嘅情緒核心。仲有係咩咧？佢港幣2000X
666嘅價格標籤啊，佢自動咧遮蔽埋某部分數字，即係冇顯示到價格出嚟。呢個係香港 KOL 咧成日用嘅技巧嚟嘅，我冇叫佢咁樣做嘅，但係咧佢就做咗出嚟俾我睇。字體啊係發光霓虹字加黃粗體加紅邊，完全符合翻香港 KOL 咧縮圖嘅美學。點擊率潛力咧相對地較高噶啦，粵語標題、價格標籤、強烈感嘅字體，三重刺激底下咧點擊攞晒4分啊，贏啦！嗱，其實咧我就冇叫佢做任何呢啲嘢嘅，呢個係 MB2 自己生成做出嚟嘅，所以咧場景有3個結論就係 MB2 贏咗啦，佢係攞咗4分，相對於 Pro 攞到1分，大勝啊！呢一 round 場景4縮圖設計進階版圖中圖。嗱，情景4咧個 prompt 我用咗啲咩咧？用我張相創作縮圖啦，畫中嘅我咧正指向一個電腦屏幕，屏幕上面咧顯示翻香港房地產網站嘅截圖，背景咧係中環辦公室嘅環境啦。咁我會 upload 翻自己張相嘅。好啦，睇睇 Pro 生成出嚟嘅結果。Pro 完成咗咧基本嘅圖中圖構圖啦，人物同電腦屏幕都有嘅，呢點都係優勝啦。但係屏幕顯示喺一個香港房地產網站，風格咧就偏向內地網站多啲，冇香港人識嘅品牌，冇標題文字，冇任何令你想點擊嘅元素喺裏面，亦都冇加任何箭嘴頭啊、視線引導咁樣。完成咗指令咧嘅字面要求嘅啫，就係咁嘅啫，冇其他啦，止步於基本嘅構圖，冇乜商業創作性、主動性喺裏面。因為我就特登喺個 prompt 裏面咧咩其他嘢我都唔加。咁睇睇 MB2 嗰個結果啦，中環放盤即刻賺100萬。好啦，呢個完全真係冇落指令，佢自己生成出嚟嘅。呢個粵語標題，屏幕上面咧係200House加美聯地產啦，係香港人真係成日用嘅地產平台。連物業價格啊132000至到152000呢個數字都有啦，符合翻香港中環市價嘅前水位啦。仲有一個黑色箭嘴頭，從個主副標題咧指向翻個屏幕嘅，引導翻個視線，專業縮圖嘅技巧設計嚟噶啦，呢個係佢梗係攞到4分啦，贏啦。好啦，我覺得咧我冇生成翻叫佢加標題，冇叫佢揾200House網，冇叫佢加箭嘴頭，冇叫佢寫價格，咁佢呢啲咧 MB2 自己決定翻喺個縮圖裏面咧寫翻出嚟嘅。呢個係唔需要執行指令，但係佢理解到咧我張圖究竟要生產啲咩元素出嚟嘅。所以結論就係咧呢個場景4咧 MB2 係贏。場景6微縮英雄場景，場景6啦，呢個係咧我今日最愛嘅場景之一啦。prompt 就係講創作一個微縮英雄場景啦，一隻穿着功夫衫嘅小老鼠企喺粒米上面，背景咧係微縮版嘅黃大仙寺啦，光線從香爐中穿透，充滿史詩感嘅。睇睇 Pro 生成嘅結果。Pro 咧喺微縮攝影美學上咧係做得非常好嘅，景深運用係教科書級別，前景清晰，中景半虛，背景完全虛化，呢個咧係真正微距攝影鏡頭嘅語言。老鼠比背景人群細啦，比例反差誇張，微縮史詩感強嘅。老鼠擺出功夫起感嘅姿勢咧，動態英雄感強。2.7咧仲有獅子，完全符合翻黃大仙寺嘅真實佈局啦。呢個文化道具咧 MB2 咧就冇乜點做到啦，所以佢攞分嗰度咧就要4項係優勝嘅。缺點咧係排版個字跡模糊，睇唔到佢係黃大仙寺嘅。轉一轉睇睇 MB2 嘅結果。MB2 咧強項係文化識別，正排版清楚寫住咧嗇色園黃大仙寺係完整嘅全名。咁呢方面咧 Pro 就做唔到啦。光線效果咧係今日最靚嘅一個丁達爾效應，陽光咧穿透住香爐嘅煙霧啦，光柱由上而下，電影感咧10足10啊！呢度咧就攞到2分嘅，但係微縮比例咧就比 Pro 弱啲。老鼠企喺粒米上面咧個比例就偏大，個反差感唔夠啊，景深唔夠啊，削弱咗整體嘅微縮感。而老鼠企個站姿咧靜態咗少少，英雄感咧差咗少少。場景6咧結論就係平手嘅 ，Pro 有4分 ，MB2 有2分，因為咧兩個模型都係用嘅維度啦，文化識別 MB2 咧就贏，微縮攝影美學咧 Pro 就贏翻場，兩個都唔差嘅，但係咧你要用2種唔同嘅方法咧去睇同一個場景咯。嗱，場景7年代風格轉換嚟到場景7啦，考考佢咧年代風格轉換嘅能力夠唔夠 ？Prompt 大概係咁樣，將美女相換成80年代香港嘅風格，要有菲林嗰種質感，偏黃色嘅調，背景咧轉換成香港80年代茶餐廳啦，服裝參考翻當時香港明星嘅打扮。睇睇 Pro 生成出嚟嘅結果 ，Pro 咧喺呢個場景絕對係今日咁多個 task 裏面咧表現最完整嘅一次啊！服裝高腰牛仔褲、彩色印花 T、波鞋，完全咧係80年代女星嘅風格。核心軟務咧完成咗噶啦，菲林質感、果粒感明顯，輕微刮痕，偏暖嘅黃色調，真實80年代相片感。場景嗰度咧紅色卡咗白瓷磚、格仔地磚、日光燈管，完全還原翻80年代茶餐廳嗰種感覺啊！最令我驚喜咧係牆嗰度咧出現咗呢個港產片海報，完全咧係冇落到指令嘅，佢知道
自己咧喺80年代嘅茶餐廳應該有啲乜嘢，其實都有啲派牌嘅感覺嘅。你可能 Pro 嗰度生成啲相嘅時候，咁呢度佢攞咗4分，大幅度領先。咁睇睇咧 MV2 嗰種感覺，黑色運動內衣緊身褲，其實呢個係2024年、2025年健身室嘅打扮嚟嘅。放翻喺80年代茶餐廳嘅年代入邊，其實有啲違和嘅。核心任務咧，咁啊年代轉換梗係失敗啦。MB2 喺菜牌文字上面咧，其實係準確啲嘅。你見到咧奶茶、西多士、燒味呢啲字咧清晰可以睇到嘅，係唯一贏嘅地方。但係連服裝嗰度咧年代性係錯晒嘅，令到整體嘅任務咧失敗。其實佢攞到1分嘅啫。其實成個教學重點就係話評估翻年代轉換圖片，第一步永遠都係睇核心元素。你生成呢啲圖片嘅時候，睇下佢嘅服裝 match 唔 match 啦，個 tone match 唔 match 啦，細節再靚咧，其實成個 task 咧都唔使再講噶啦。其實睇翻成個場景7嘅結論咧 ，Pro 係明顯優勝，因為佢4分 Pro 嗰度咧贏咗 MB2 1分，係啦，呢 round 佢就贏咗嘅。場景8年代風格照片轉換，場景8咧我加大咗難度，叫2個模型咧將美女張相轉成80年代香港 disco 嘅場景啦，同時要保持翻面部特徵唔變嘅。Pro 生成出嚟嘅結果咧真係喜出望外啊！服裝方面咧最正係呢個啦，全身彩色亮片套裝 jacket 加 crop top 加喇叭褲，大圈耳環同埋手足，完全咧喺80年代嘅 disco queen 造型。菲林色調方面咧，暖琥珀色調啦，加菲林過粒感，加輕微嘅褪色，年代感咧非常之強嘅。英文字方面咧亦都冇明顯嘅錯字，整體商業可用性咧亦都比較高啲，攞到3分左右啦。不足之處咧係背景嘅中文霓虹招牌咧，但係個文字就比較模糊啲，難以清晰辨認。背景嘅母客咧亦都比較模糊啲。而家睇睇 MB2 生成嘅結果 ，MB2 嘅服裝咧都唔差，有牛仔外套啦，加黑色兩片褲，配金鏈腰帶、彩虹 socks、Nike 白色波鞋，有80年代嘅 feel 喺裏面啦。但係整體咧都偏街頭風啊，唔夠純 disco。呢個咧係 MB2 最大嘅扣分位。菲林色調方面咧，色彩鮮豔啦，霓虹感強啦，有菲林邊框嘅效果。但係咧整體色調你睇睇係偏向現代嘅，連外感咧亦都比 Pro 比較弱啲，攞到2分嘅啫。MB2 勝出嘅地方可能就係喺中文招牌同文化細節方面，都係講翻呢個 point 啦。佢有顯示到荷里活 disco、勁歌熱舞、Canton Pop Hit 呢啲字體都清晰可讀嘅，完美還原翻80年代香港 disco 場所嘅命名啦。背景嘅舞客咧亦顯著明顯咧係80年代嘅打扮，彩色風服裝咧大捲髮，文化場景咧細節更加豐富。場景8總括而言咧 Pro 係贏嘅，3分贏咗 MB2 嘅2分。disco 場景最核心嘅就係服裝準確度 ，Pro 嘅全身亮片套裝同埋琥珀菲林色咧呢個核心維度咧係明顯領先咗嘅。MB2 喺中文招牌同埋舞客嗰度咧細節贏咗，但係唔可以彌補翻服裝上面嘅差距。場景9詳細空間佈景，場景9測試翻2個模型可唔可以按照我嘅指示精確咁樣顯示到物件擺放嘅位置。Prompt 咧大概係咁樣一張靜態物件圖啦，左邊放住透明玻璃製嘅獅子山模型，中間擺住咧嘅木製算盤，右邊咧係印有香港鐵路圖嘅白色水杯啦，杯口咧冒住熱氣嘅，桌面咧鋪住紅色中式餐布，背景係白色牆壁。咁睇睇 Pro 生成出嚟結果 ，Pro 咧喺左中右位置咧基本上係符合嘅，基本技能合格。最有創意嘅地方係獅子山嗰個底座，清晰呈現到咧港島嗰個天際線啦 ，IFC 呢啲地標都可以睇得清清楚楚。佢理解獅子山咧並唔係一座山咁簡單，而係香港城市地標嘅一部分。文化詮釋度咧好有深度啊！窗外咧亦補充咗舊式住宅，場景生活咧好強嘅生活感。咁呢度攞到3分，不足之處咧茶杯鐵路圖咧嗰個字體咧都有啲模糊，睇得唔係好清楚嘅。咁而家睇睇咧 MB2 啦 ，MB2 咧物件嘅擺放咧係完全正確，桌布咧紅色飽和度亦都啱，中式嘅編織嘅層次感咧亦都有符合。茶杯 MTR 咧路線圖係非常之清晰睇到晒。最令我驚喜嘅係 MB2 咧亦都主動喺杯熱飲嗰度咧加咗茶碟同埋匙羹，個指令就冇呢樣嘢，佢亦都係自己理解出嚟。一杯完整嘅茶係應該有茶碟同埋有羹嘅。咁呢度咧就4分贏咗。場景9嘅結論就係 MB 小勝啦，4分贏 Pro 嘅3分。場景10局部編輯，場景10咧呢個係今日測試2個模型一個結果差距比較大嘅一個場景，而我都估唔到咧 MB2 咧係做得比較好咁多嘅。好啦，指令講啲咩咧？第一步，一間香港舊式嘅茶餐廳桌面啦，左邊係一杯港的熱奶茶，中間係一份攤開嘅東方日報舊報紙，右邊咧係一碟菠蘿油，背景咧係茶餐廳嘅瓷磚牆。指令2，咁啊改翻杯熱奶茶做凍檸茶，保持桌上其他物件保持不變，茶杯嘅位置同光線咧都唔好喐嘅。咁睇睇 Pro 生成出嚟嘅結果 ，Pro 咧生成咗張圖咧係絕對冇問題，物件亦都啱，但係背景嗰個深度咧就比較差啦。局部編輯咧做到咗，飲品成功替換咗啦，但係背景咧有輕微嘅差異嘅。Pro 唯一贏嘅地方係嗰個
凍檸茶嘅視覺感啦，冰塊透明感比較好，檸檬嘅切片比較清晰，整體凍飲咧嘅視覺效果更加真實，所以佢呢度咧都攞到1分。咁睇睇 NBA2 生成嘅結果 ，NBA2 原圖咧係一個完整茶餐廳嘅環境，背景咧有餐牌、食客、廁紙筒，咁呢啲 prompt 入邊咧我冇要佢做出嚟嘅，而局部編輯嘅精準度咧亦都係極高，其他嘢咧真係保持不變嘅，只係改咗杯凍檸茶嘅啫。但係最令我震驚係咧菜牌寫住菠蘿油8蚊，港式奶茶12蚊。雖然價錢咧以佢生成出嚟嗰個環境唔係1997年嗰個價格，但係咧呢個都可以後邊咧再局部編輯翻改翻個價錢嘅。仲有最重點咧，《東方日報》嘅頭版當時咧香港回歸祖國萬眾歡騰，係真實1997年嘅歷史頭版嚟嘅，真係誇張咁都生成到。最令我震驚嘅係，因為個指令嗰度其實叫佢生成一個舊嘅茶餐廳同埋舊報紙啊嘛，咁佢自動 match 到當時嗰個氣氛圍嘅。咁場景10結論咧 ，NBA2 全面勝出4分，比 Pro 嘅1分咧係優勝咗好多，個差距比較大嘅。場景11長寬比例控制，場景11咧呢個對比咧 Pro 今次就贏得非常之靚仔啦。個 prompt 大概係咁嘅，將呢一張有美女同埋香港夜景嘅呢一張相分別改為9:16、1:1呢兩個唔同嘅比例，確保翻呢個構圖係平衡嘅。咁睇睇 NBA2 生成嘅結果，咁基本上咧睇翻 NBA2 兩個比例圖咧幾乎係一模一樣，其實佢係一個機械式嘅裁切，其實改咗比例啦就冇重新思考過構圖。NBA2 唯一贏嘅地方可能係商業靈活性，佢嘅人物係正面朝向鏡頭，咁其實做啲品牌推廣或者 KOL 見到個樣嗰啲咧就會係用到 NBA2 就會好啲嘅。咁佢呢度攞到1分嘅啫。咁睇睇 Pro 生成嘅結果，咁 Pro 咧喺兩個改咗比例之後，我張相嗰個構圖係重新思考過嘅。咁睇翻直向嗰張相咧 ，IFC 超高層完全呈現到啦，人物背影咧引導視線去維港，重心感係好強嘅。1:1嗰張相正方形啦，人物至中，中銀大廈喺左 ，IFC 喺右，左右對稱翻。咁呢個正方形構圖咧係教科書級別。咁佢呢度攞分真係攞咗好多，攞咗5分。Pro 咧係理解到唔同比例唔係只係改咗個框，係要重新構圖同設計邏輯嘅。咁所以咧 Pro 呢度攞咗5分 ，NBA2 咧只係攞1分。今晚咧就 Pro 贏晒。場景12土瓜灣窗外風景，場景12咧係終極考核嚟嘅，考緊 AI 識唔識香港一啲場景。prompt 就係咧創造一張從九龍土瓜灣唐樓由室內望向窗外邊嘅景象，可以睇到遠處嘅獅子山。前景咧就係舊式住宅大廈同埋晾衫竹。黃昏時分，天色咧有啲帶橙紅，充滿舊香港情懷嘅。咁睇睇 Pro 測試結果 ，Pro 嘅情緒衝擊力咧亦都係今日最強嘅之一啦。橙紅色嘅天空極度強烈，戲劇性極強，好似得獎嘅風景攝影咁樣。晾衫竹插入窗關嘅角度亦符合香港唐樓真實晾衫嗰種做法，呢個細節係做得幾好嘅。咁喺呢度攞到2分，但係最核心嘅問題係呢一個視覺係由窗外邊拍攝，並不符合我 prompt 所要求嘅嘢，亦都冇清晰嘅窗框，唔係由室內窗內望向外邊嘅。核心指令咧係失敗。獅子山喺咁濃烈橙紅色嘅天色底下咧難以確認，地理嘅準確度咧幾乎係0嘅。咁睇睇 NBA2 咧真正執行咗由窗內望向外邊，窗框清晰咧框住成個畫面，咁真係一個第一身嘅視覺嚟嘅。獅子山山影咧清晰可以見到山脊輪廓完整咁展示到出嚟。室內嘅陳設啦有舊式收音機、花盆、木凳、書本、花布窗簾，咁呢啲完全還原到香港舊式住宅嗰種氛圍啊！咁呢度攞到4分。呢一張圖咧係一個真實嘅香港家庭視覺舊式嘅，唔係一張風景圖。咁場景嗰個結論咧就係 NBA2 贏嘅呢一彎。場景13英雄本色臉部合成，個 prompt 大致係咁樣講：將我塊面合成到英雄本色嘅經典場景當中，成為一個咧企喺霓虹燈街頭角色，光線同色調咧要回翻當年港產片嘅風格，穿着同場景咧要融入當年嘅背景。咁我會 upload 翻自己張相嘅。咁睇唔睇 NBA2 生成嘅結果 ？NBA2 咧生成咗一個霓虹夜景，雨後咧地面霓虹咧倒影係極為豐富嘅，係今日光影技術最好嘅一張。招牌嘅文字好清晰啦，大富豪酒樓啊、夜總會、卡拉 OK 呢啲命名咧風格係準確嘅。呢度2分嘅攞到，但係場景偏向現代警匪片啊，就唔係好識別到英雄本色入邊嗰個年代。卡拉 OK 公眾電話亭咧嗰個場景感係模糊嘅，服裝係灰色長長大衣啦，咁向咧現代嗰個商務風就唔係英雄本色嗰個風格喎。鋪嗰度咧真係識別到英雄本色多少少嘅，英雄本色嗰個招牌就直接出現埋 A Better Tomorrow 呢個英文字，80年代舊款嗰啲車着舊式西裝嘅人群，完整還原翻嗰個年代。佢着翻黑色風褸，其實呼應翻周潤發標誌性嘅造型。咁呢度3分攞到，但係兩個主角咧都係微笑。咁呢個雖然我冇講佢個表情應該係點樣啦，但係英雄本色應該要有江湖嗰種嚴肅嘅感覺。咁講到明模型咧，就未必完全理解電
景嘅情緒基調。咁 Prompt 嗰度可能真係要補充翻啦。咁場景13咧 Pro 會優勝少少嘅。13個場景全部測試完啦，計分結果咧係 MB2 7個場景贏，平手咧有2個場景 ，Pro 咧就贏咗4個。但係咧，你唔好齋睇個數字啦，講少少背後嘅 meaning 俾你聽。3個最重要嘅 insight 可以咁講 ，Pro 咧就唔永遠代表最好嘅。但係咧，如果你係做一啲香港場景啊 ，MB2 嘅文化智能咧係非常之強嘅。做本地內容嘅時候啦，或者廣東話一啲 KOL 工作啊，啲香港品牌推廣，顯示一啲本地化嘅嘢 ，MB2 咧其實更加貼合到嘅需要嘅。場景咧揀翻唔同工具啦 ，MB2 咧強就強喺文化識別、繁體中文字嘅創作，一啲商業熟圖嘅創作 ，Pro 咧就強喺一啲風格指令嘅服從性，一啲年代轉換，你見到80年代轉換得好靚啦，咁比例控制生成一啲16:9、9:16或者唔同 size 嘅圖，個 aspect ratio 咧做得好好嘅。MB2 咧喺呢幾個月之間咧進步得非常之快，中文能力啊、新圖能力啊、創意補充啊，全部都有明顯嘅提升。今日咧我哋用同一個起跑線咧測試晒2個模型，咁 MB2 咧其實不斷咁進步，所以我其實想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你今日係做商業創作，你係用緊 AI 嘅語詞輸出啊，或者好普通咁打一啲提示詞，定係你有認真研究過點樣自己寫好 prompt 咧？今次嘅測試咧，其實我就冇特別 set 一啲好靚仔優化個標題方向，有啲 set 一啲品牌嘅通，你見我咧都好平鋪直述咁樣打一啲指令嘅，好基本嘅 prompt 嚟嘅啫。但係如果我想講你肯花時間研究優化你自己嘅 prompt， 你會驚喜地發現咧 AI 其實可以做到好多，比你而家睇到更貼合你自己嘅商業需要嘅一啲內容嘅。我做嘅呢個測試咧，其實我想知道有冇一隻 AI 工具係真係理解到香港，答案係有。雖然咧唔係完美，但係你睇到咧個茶餐廳嘅菜牌啦，你見到啲價錢牌，黃大仙市嗰個牌匾啦，土瓜灣嗰啲街道嗰啲細節位，其實你感受到咧呢個 AI 工具 Nano Banana 嘗試緊理解亞洲文化、香港嘅文化，就唔係將我哋咧變成一個數據裡面嘅其中一個地方。咁我覺得呢個 AI 係值得學習 invest 多啲時間去學呢個原因。咁呢條片咧今日就去到呢度啦。但係如果你有睇足全程嘅話，相信你已經比大部分香港人更加了解 Nano Banana Pro 同埋 MB2 嘅分別。咁我問一問你哋啊，你哋13個場景裡面中意邊個測試結果，邊個場景咧？留言話俾我知，我想知道你哋答案。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影片咧，記得訂閱啦，向呢條片出去俾更加多人知道。因為其實我成日做呢啲香港視覺實測嘅 AI 工具內容咧，其實喺香港我諗 YouTube 頻道就唔係咁多人做嘅。好，今日講到呢度，再見。